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早，大家平安。咱要进入亚利米书第41讲的共读。现在早起，咱要来请永成小组长，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好，咱做伙来祈祷。如果听阮的阿爸爸，安在恁的听，互阮安全的经过当日的风台天，献上阮的感谢。透过每日的圣经讲读，互阮对圣经的教导，经由詹德基牧师所详细讲解，互阮更加明白真理，而且认真来实行。成做明神一致的行为，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多谢，咱伫亚利米书已经看起来到伫即个40章的后壁的所在。亚利米书伊所在的即个时间点是迄个时阵国家非常动乱不安，也是非常危险的时。总是咱会看到即个犹太人夹伫即个埃及甲巴比伦的中间，因伫即个中间要安怎样来生存？因要挖靠南边的埃及，还是挖靠北边来的即个巴比伦？其实若照地图来看，一个是伫东边，一个伫西边。总是这也不过是暂时，因为伫搁较东边的所在，即个以南，就是尾啊加起来波斯甲马代合起来，即个波斯帝国。就搁出伫后壁咧听候，要取代巴比伦。所以对历史来看，其实因所做的不过是暂时中间，但是因的选择甲因的判断非常的重要。因若无信条上帝，只有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伊掌管一切。若信条上帝，安尼才当伫即个动乱的四周的列强的中间，才当找到活命的路。咱看去犹太人，就是即个以色列犹太，即个国家民族，受巴比伦受掠了后，因对因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因无够拜偶像，变做是只有一个上帝，然后因开始有会堂，即个会堂也成做因信仰教育，甲即个社会照顾的中心，然后因对宗教的改变，过去有圣殿，是团体的礼拜，做伙敬拜，是爱守节过节，但是嘛渐渐变做是个人的敬拜。然后伊嘛重视律法，对即个上帝讲的话，非常的看重，包括先知所讲的话，因拢会读，搁再读，甚至因的事业也转变，对本来是最实。变做是做商业，可能也去到伫巴比伦，学晓做买卖，然后因的语言嘛改变，对原本受掠进前是讲希伯来语，到因尾变做是受用阿兰语亚兰语来讲，甚至到耶稣时代嘛是继续用阿兰语，因的民族更较团结，因嘛有一个觉悟的使命，就是来宣扬因的旧约。加做因的即个责任哦，虽然看到即个过程的转变有遮尔大，对旧约圣经中间到伫新约到伫现主时遮大的改变，就是因为上帝出动手，互因的国家受遭灭，也互因受到遮的灭亡，所以因遮会真正痛定思痛。从咱伫40章来看到即个犹太灭亡了后，遮个遭遇中间。亚利米转到百姓中间，然后期待你担任省长，真侪对国外的人拢转来，总是即转来军官的中间，有一个甲阿文伫合作，私底下要来杀死期待你，要搁将遮犹太村的人民呢，要来带去阿文，互阿文王来管，总是有一个约哈兰，伊就起来警告。但是期待你无要听，所以就去伊西玛利甲遮个人，就拢总有10个人伫米苏巴的所在来抬死，然后伊西玛利搁将对北方来有80个要来敬拜，要来挖靠的人嘛，甲因抬死，总是80个中间，伊为着遮个食米，留落来10个。
所以咱嘛看到一个无政府的总态就是无个人凭己意任意而行，照家己的意思来行，无一个王，无一个领导者来治理谁也不服谁所以伫迄个时机咱阁看到等到史书的时阵，史书就是这个以色列国家还未开始有王的时阵，迄阵王就是照家己的意思在，迄阵的国民拢照家己的意思在行。但是即马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用掠走以后，阁转到迄个情景，就是大家拢照家己的意思。今日咱要看的是第41章的后半段，对11节到18节。才咧讲到以实玛利，伊来将这百姓来掠去，掠走这米斯巴的百姓，想要掠去这个阿门，总是约哈兰，伊搁带军队将这百姓搁抢回来，然后明仔载42章会搁看到，其实安尼抢来抢去咧，并无一个人是照真理来行，照道理来行，而且拢是照家己的意思来行。咱就来看今日这段的圣经咱请永成兄传咱来读41章第11节，读到最后的18节，11到18节。加利亚的囝约哈兰甲军队伊的军官，听到尼坦雅的囝以实玛利所做的歹代志，就带所有的部下要去甲尼坦雅的囝以实玛利交战。伫西边的大水池边击着伊，互以实玛利掠去遐的人民看到加利亚的囝约哈兰以及甲伊做伙的军官，拢真欢喜。安尼，遐会互以实玛利对米斯巴掠去的人，就我转身行过来加利亚的囝约哈兰遐。尼坦雅的囝以实玛利甲另外8个人。脱离约哈兰的手，行去阿门人遐。尼坦雅的囝以实玛利害死也是斩的囝，是代志了后，将村落内的人民，包括查甫人、婴仔、妇女、囡仔、官员，对米斯巴掠去击剑。后来，加利亚的囝约哈兰甲军队伊的军官，将遐的人拢救出来。伊去到吉利园附近的基罗特金汉，伫遐休困，准备要落去埃及，通逃避巴比伦人。尼坦雅的囝以实玛利暗杀巴比伦王所指派做省长阿希占的囝，伊代志了后，因真惊巴比伦人。以上。好，多谢。咱看到第41章，这是耶利米书对头到早头一届看到无出耶利米无角色，伊拢无出现伊耶利米这群人伫对呢，人应该是伫米斯巴，但是呢，伊无参与伫遮个过程的中间，是遮个反叛军，要来刺杀基大利这个省长，然后有人来阻挡，但是刺杀成功了后，耶利米并无看到伊伫这中间有做啥物款的反应，咱嘛毋知伊到底是啥物情形。但是圣经记载，互咱看到是其他较有关的，就是遮来挖克基大利的遮的军官中间，排第2的约哈兰，伊听到以实玛利所做代志，啥物代志呢？就是昨咱看到，伊安怎来杀死基大利，佮杀死80个人，中间的70个，遮个代志了后呢，伊就带所有部下，因为伊家己本身嘛是军官。以实玛利是王的后裔这个约哈兰是以利亚的囝然后还有伊一个兄弟约拿单因为昨个因两个算两个兄弟就是这是第40章的所在就是两个兄弟约翰南甲约拿单，两个拢是以利亚的囝，因着做伙要去甲这个以实玛利来交战因为就势不两立因无照公道来行。伫什么所在呢？伫基边的大水池遐立着伊所以
即便咱看这个地图，就是因的对这个美术巴这个所在，开始了后，本来要去投靠阿文啦，总是这个约哈兰来入这个伊什玛利等到走转来到基边这个所在，离亚门还有一段距离啊，还有一段距离。什么原因咱无清楚，总是就是来到南国犹大的境内，但是即阵南国犹大嘛已经散去啊。了到伊之后呢，无写因有安怎真正，但是有写，互以实玛利掠去的这美术巴这人民呢，看到约哈兰，甲伊的兄弟约拿丹，有遮做伙来军官，大家拢安怎真欢喜，表示讲伊嘛无爱对即个以实玛利，去到伫阿文，所以呢，因就真紧，就挖登去挖即个约哈兰咯，所以遐个互伊实玛利掠去的人就活登先走过来约哈兰遐，所以因根本就无交战，看到有救兵来，大家就走去约哈兰，所以即马局势又转变了，所以基大利过来是以实玛利，过来是约哈南，所以才短短几个月中间，国家才拄袂掉，这个权呢，就对巴比伦王的这个护卫长，尼布甲沙拉旦，就安尼一个，一直这人民就一直换，15早讲，这个以实玛利甲另外8个人就脱离约哈兰的手，走去阿文人遐，所以可见呢，因无去掠着嘛，无去约哈兰抬着，就对基边呢，就搁走去阿文王遐，就逃跑，因就无去用处理啊，但是呢，以实玛利16集开始期待了后，将村落来人民，包括查某人、囡仔、妇女、囡仔、官员，拢对美术巴掠去基边啊，基边，因可能要伫遐另外成立，然后来投降亚门王，尾也是约哈兰，甲遮军官，将遮人拢救出来，因去到伯利恒附近的基罗铁金汉，伫遐休困，准备要落去埃及了。因咱看即个个出现一个地点，就是因的约哈兰，走对美术巴，走来甲因掠，掠着因了后呢，将这人救出来，然后以实玛利走去阿文面，然后遮基边的人呢，因就就近伫即个伯利恒有一个叫做金汉，即个金汉，就是代表讲。基罗特金罕，就意思是讲金罕的一个厝啊，金罕的一个寓所，因就伫遐一个厝，伫遐休困，准备要落去埃及。为什么要落去埃及呢？18节讲，因为安尼才会通逃避巴比伦人，尼探雅的囝以实玛利暗杀巴比伦王所指派最新长的基代利了后。因拢真惊巴比伦人，就是基代利会当做犹大这个所在省长是巴比伦人，甲伊设立的。即马呢，巴比伦人设立的这个省长向人抬死啊，当然巴比伦马上就会派兵、派将军、派军队来处理啊。因为这要来镇压，所以因遮村的约哈兰人，其实因早就已经逃走啊，伫迄个。亚罗沙冷去互攻破的时阵呢，因就已经逃走一摆啊。即马当然因的反应嘛是要搁逃走，要搁走出去啊。所以要走去对呢，就要走去到伫埃及，去遐另外找所在啊。其实这段圣经虽然无出现亚利米，但是亚利米呢，明仔载42章就看到亚利米嘛伫这群人的中间，所以亚利米嘛共款对米苏巴，然后来到伫基边。然后即马搁到基边，到伯利恒，即马准备要到伯利恒，明仔载42章，看到伊要安怎落到伫埃及的所在啊。咱看到即个以实玛利，伊做遮个代志，竟然会当全身而退，咱感觉上帝咱无做处理，但是咱会当读到49章的时阵，49章，上帝对列国的审判中间，其中讲到阿文人。阿文王，上主安尼讲，以色列拢无人是无，
恁拢无人通继承产业是无？是安怎互拜美丽宫的人侵占家己支族的土地，住伫遐的城？因为亚门人因是占了这个约旦河东边这个迦得支派的土地。上主讲看咧是立一个到亚门人的首都拉巴，会传出交战的声，拉巴会变做荒废的土堆，因的城镇会互火烧。以前因侵占以色列，现在以色列会对因收回国土。彼时本人就哀哭，因为爱城变做荒埔，拉巴的住民就哀叫，摕抹布下腰，就啼哭伫城墙来四归总。因为美丽讲甲伊的祭司以及官员为做一个互人掠去背叛的子民啊！恁是安怎在夸口家己的气力？恁的气力已经渐渐衰退，那会晓在挖靠家己的财宝，想讲无人会来侵犯。所以这背叛的国民，不只是指亚门国，嘛可能讲到以实玛利这批人。至关的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看咧恁会互对周围国家来恐怖包围，恁要逃走，虽然顾性命，无人会当甲这个四散的难民组织起来。所以这个四散的难民呢，这个难民本来到伫亚门，但是要搁四散，毋久。后来我会互受掠亚门人倒转来，上主安尼宣布，所以才有讲到亚门人，嘛讲到背叛的国民，检采就是咧讲到以实玛利，这段的人，所以今日这段的圣经，虽讲真短，但是咱看到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嘛看到一个无有领袖出来承担，然后嘛看到这个领袖出来承担，但是因心内底惊到要死，虽然顾性命，走的走，逃的逃，甚至因足惊巴比伦，准备要搁浪港一届要去到伫埃及，但是亚利米夹伫这中间，伊本来就是要留点，伊家己会当选择，伊就是要留点，米苏巴的所在，无是就是留点伊故乡的所在。毕竟，咱真嘛有读着，伊嘛有买着这土地，这个产业，但是呢，伊就对这个流亡的人民啊，安尼一下向北，即嘛真嘛搁落南。然后准备要落到伫埃及国较远的所在，亚利米犹原伫迄个所在，来做见证啊。好，咱今日就分享到这，多谢永成兄，咱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看到伫时机真歹时阵，人若无听上帝话，就看无头前的路的时，就心内非常的惊吓。世界中一下走东边，一下走西边，病急乱投医，请鬼拿药单。主啊，求你帮掌管，互阮有属灵的眼光，当世界的局势改变，当世界阮的生活环境中间常常变化的时，总是互阮坚定伫上帝你的作为，互阮看见上帝你对古早到现代。到伫将来永远无改变的旨意，互阮会当行耶稣基督所为阮开头前这条胜过活永远的道路，互阮会当通过信心保惠师的帮助，会当活出上帝你所喜爱的生活甲人生。今日也进入11月份，也求上帝你也看过阮伫7月份的中间出入。甲阮一切的工作都会当顺遂，有主加做阮的快乐帮助，也互阮都会当有特别伫要进入到伫年底甲教会的组织明年度的时间，甲遮的服侍者，也求上帝的神甲快乐甲阮同在，加添阮的智慧，甲阮的同心合意的心，阮将今日一切所做也交伫上帝手。伫风台过了大家要出门要渡河交通，也求上帝带领引带，献上阮的感谢、恳求甲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